好啦，43題啦。嗱，咁佢就講咧有3個問題啦，呢個測驗啊。第一題答啱機會0.6，第二題0.7，第三題0.8。咁唔該計一計個 probability，就係咧最少答啱一題。嗱，咁如果我哋直接數呢一題咧，其實就會好煩嘅，即係佢最少答啱一題，咁你就要考慮好多個組合啊，即係可能第一題啱啦，其他錯，或者第二題啱啦，其他錯，咁又有機會咧頭一兩題啱，第三題錯咁樣咧，其實個組合就多到不得了嘅，唔係話做唔到，但係就會比較煩。咁所以呢一題比較快嘅做法咧，其實就要用一減嘅方法嘅。其實只要咩叫做最少啱一題咧，就係你唔該唔好全部錯晒咪得咯。只要你唔好全部錯晒咧，其實你起碼就會啱一題噶啦。咁所以全部錯晒嘅機會係咩咧？其實就係減一減嘅啫，因為答對嘅機會0.6咧，咁所以第一題錯嘅機會咧就係0.4嚟嘅。同樣原理，第二題錯嘅機會咧就係0.3啊，減一減就得噶啦。咁第三題錯嘅機會咧就係0.2啦。咁所以你只要唔好全部錯晒咧，其實自然就會係起碼有一題啱嘅啦。咁所以只要一減呢一題咧就會搞掂嘅啦。咁所以咧答案就會計到咧0.976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og 嚟嘅。